跟前面的一样的方式。好，那今天的主题是属故仓库。好，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咯。大家都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练习哦。因为我们要透过练习，我们的族语才会说得更流利、更流畅。所以我们可以在线上多多的写，也可以写其他的句子哦，然后自己写的也要自己念。那我们线上仍然邀请我们的苏贤，他是我们的助理，他会帮我们检视。你那如果马拉拉歪或者是形系看不到的地方，或是有错误的，他就会帮我们立刻的修正哈。请他修正是很好的一件事，这样我们就会进步。来，小大帮都给他哟。第六题哈，我们上次从第六题开始，我们上次上到第5句，好，今天是在第6句的哦。好，我来念哦，我先拿个号。哈祖啊，吉发基啊，米班奈。哈祖啊，吉发基啊，米班奈。中文的意思是说，叔叔曾何时割稻？就是曾经的意思，曾。哈祖啊，就是何时。吉发基，叔叔啊，米班奈，割稻。我们知道板奈就是稻子嘛，加上前缀词咪的时候，它就是割稻的意思哈。那这一句是说，叔叔曾何时割稻？你可以回答讲说，就是这个是过去时间的疑问代名词。我们可以说，嘎张拉汉吉发基啊米班奈，就是说叔叔在春天的时候割稻啊，这个是以哈做啊，就是表过去的时间啊。你可以说昨天，上个礼拜。好，我们来一起做练习哦。就是曾哈做啊就是何时，即发给就是叔叔啊，米班呢就是割稻。好，我们做练习哦。一个问句，然后自己写自己念哦。问加答句，然后自己还要念自己写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在说的方面会更进步。好，打南吉大号，我们来练习这一句。那基拉昨天或是那基拉，或者是都可以哈。还马拉歪的努马姑姑你爱丽丝哈，还以拉罗欧山吉法基亚米巴奈，叔叔在秋天割稻。还阿拉一起爱丽丝好，马达马都好。拉鲁乌山，拉鲁乌山吉法基米巴奈。好，秋天嘛，我们可以分春夏秋冬来学习。好，刚刚我有说嘎张拉汉就是春天，现在 Alice 写的是拉鲁乌兰，就是秋天。我们还有夏天嘛，哈，春夏秋冬，还有冬天。好，谢谢。你来后，嘎发那安努米苏还有会的句子也可以写哈，多写一点没关系哦。
我们尽量互动哈，互相学习。因为他做啊就是问过去嘛，我们可以想什么时间点啊，我们根据这一句来练习。可以改成可以改别的啊，就是几发给也可以改成几发一，好，这老师，个只是请问一下，拉鲁乌嗨，兰是不是夏天？在海岸是秋天。好，谢谢。嗨，你的方言别是如果是修不软的话，好，它会是不一样的意思。我上次看你是修过软的吗？如果是修过软的话，好像是夏天号，但是我不是很确定。海岸的是拉鲁兰，对，休格兰拉鲁乌兰是夏天，没有错，谢对谢。对对，好，对，会不一样，对不对？好，你就写你熟悉的单词。好，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休古兰的方言别，拉鲁乌兰就是夏天，拉鲁乌兰就是夏天。我们要学习一下不同方言别的说法，然后有时候会造成误会，对不对？海岸的明明就是拉鲁乌兰，就是我们的秋天，可是别的方言别就是夏天。大概其他的方言别春天也会不一样哦。嗯，好，这一题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习哦。线上的星系还有萨利嘎嘎，好，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哦。嘎嘎乌鲁哟，不好意思，如果写的不理想也没关系哦，我们会慢慢的来修正。来，黄嘎照，好，老师好。嗨，好，我切换一下。Inajira Jingla Mipanayaitu，他昨天已经割过稻了。好，谢谢。Inajila Jingra Mipanayai tu，哦，Inajila Jingra Mipanayai tu，他昨天已经割过稻了。好，可以哦。Inajila Jingra Mipanayai tu，这可是说起来好奇怪哦。如果是说米班那亚都金拉伊那吉拉，可能会比较顺呢。班那亚都金拉伊那吉拉，这样哦，我改一下，我知吉拉，道了。嗯，如果是伊那吉拉金拉米班那就很不是我们的口语化哈，就好像不太通顺。好，可以做修正哦，我们一起来。如果线上的好朋友，会的话也可以哈。也可以帮我们修正哦，都没有关系哈，我们是学习。嗨，智慧，来吼，智慧，马等你来说啊，等也都来，一个吉哈朗安嘎米阿米巴奈，我们在夏天割稻。哦，嗨，马达马都好，来，一个吉赫哈拉，朗安一个吉赫拉，应该安是拉，嘎吉赫拉那个 H 要改成日，一个吉赫拉安。Matama putu ya H 要写 R，一个是 harangan kami ami panai，我们在夏天吉割稻，哈朗，没错啊，你写到 H，嘎嘎吉吉哈朗安，嘎吉和韩岸上来，对不对？有没有看清楚一下？
一个字harangan，没你写到错啊，一个字harangan，怎样？没有啊。哎，智慧呢？你是Cindy还是智慧？哎，对呀、智慧呀、你看一下数选，你看一下这是哦，不是？我看，你念的感很觉标准哦，一叽里咕啦比我是你说好，可是能个那块哦，的照，我念到底下了，我看到底下了，好好哎好，来都我是很溜古马好，达，来嘛十六都好，哎，来我他妈都过啦，中文的说好过啦，哦，然后韩会说过啦，腰很大个，还嘛他妈都夏天是。嘎吉海蓝岸，没错哦。感觉啊，大家都很会写春夏秋冬。哎，米娜南比达古你好，没有关系，好，好。你 Cindy，爱好，来好，谢谢。哎，哎，一个harangan di pagi mi panai，叔叔在夏天割稻。好，很赞好。一个哎，是海蓝岸吉法吉阿米班奈，哎，写得非常好喽。这很简单，对不对？所以嘛，那么都给他米sau西米地里米苏里。好，fana satu hal matungar tu fana no minta hal。嗨，智慧，你修正的，嗨，阿西本说，一个harangan kami ami panai 啊，我们在夏天割稻。嗨，好，满分喽，好，马达马多，嘎吉哈rangan，很好。啊，来，好，喜欢嘎照，你修正好了哈。米班奈亚杜金拉伊纳吉拉，他昨天已经割过稻了。对，还有丁丁啊，才是我们的话哈。米班那亚都金拉伊那吉拉，这样很好。啊，阿来吉嘎早安号写的不错。嗨，马老都努马姑姑你苏贤老师，Hai, isa-ka-enam Flash 及 Fagi mi panai，嗯，叔叔在6月份割稻。哦，好，标准答案哈。伊萨嘎恩嫩啊，伊萨嘎恩嫩，萨嘎恩嫩，外国有咽喉声音吗？萨嘎恩嫩。好像你点多了是吗？苏贤啊，弗拉吉法基阿米班奈，6月6应该没有吼声音吧？叔叔在6月份割稻，哎，很好，写得很好。saga 6 是哪读？好，梁文慧说好，6 saga 6，外国 glet，苏贤有听到哈？saga 6，你诶，查一我看那个下。字典怎么有喉舌音？我们的数字啊，月份都没有好声音呢。哪一个字好，典有吗？还是点？我们数字蔡中恒那个字有时典，候他会，我们有所以老师念得起来是没有嘛？那我没有啊？改一下。第三个好好 N，好，对，係，好，马少，你说好，Sisi係，anu karariyaw ko papa ato marhum ko minaruan no panai ipanai to chifaki ako，当稻子的叶子转黄，稻穗也成熟时，我的叔叔就割稻了，稻打错，稻了。哦，很好，对，好，阿西本那个好，anu karariyaw ko。嘎拉利药，嘎拉利药，哦，嘎拉利药是黄色。anu 嘎拉利药古爸爸阿杜马鲁汉古米巴鲁马米巴鲁马米纳鲁，你是写米纳鲁安努巴奈？minaruan 稻穗，那个穗。哦，好，哎呀，好，米纳鲁安努巴奈伊。米巴奈杜吉发给阿姑，好，你那边是哪一个翻译？别读了，米纳鲁岸。minaruan 是恒春啊，海岸也有这样讲。
是吼，好はい。很好，谢谢。Mi anu kalialau papa atu maruhamku minaruan nu panai i mi panai tu jifaki aku 很好。当稻子的叶子转黄，就是咖喱亚哦，所以我很少念这个，所以有点打结哈。咖喱亚捞还是很重的是咖拉里药哈，是吗？没错哈，我们海岸是说咖喱亚捞，所以应该是没有错哈。给马烧黄色咖喱亚捞，老师，我查2个都可以。两个都可以啊谢谢苏显，对两个都可以，所以我没有念过这个，就好像我自己也打结，谢谢哦。好，我们马少写的很棒哦，你看他的句子写的很长，谢谢我们的马少。好，再继续写哦。好，看一下你美丽班奈，嗨，谢谢。伊莎夫在阿弗拉阿米巴奈吉发给阿哥。我的叔叔在11月份割稻。11月份伊莎夫只在阿弗拉阿米班奈吉发给阿哥。嗨，阿拉一起美丽安好，晚上我们做啥的那么说？好，马修正来读你首先好，伊莎个6阿弗拉吉发给阿米班奈，对。Isaka 6 如果 anu iraku kertas kasa Isaka 6 Isaka 6就不对哈，就不好念。好，以上哦，我们都如果还有练习的朋友也可以写上来哈，都没关系。那这一题我们就好练习到这里。那还有没有上传的可以继续写好，我们下一题咯。好，第7题了。Itu aku baterian tu bitaw. Itu aku baterian tu bitaw. 好，还有下一句。Itu aku baterian tu bitaw. 好，其实它中文的翻译都是一样哈。放锄头的地方，把就是放的意思哈。Itu aku baterian 就是放锄头的地方在哪里？一住啊，在哪里？过巴德里岸，巴就是放的意思哈，德里岸就是地方嘛，放什么东西的地方？度笔刀啊，笔刀就是我们的锄头哦。不知道线上的有没有拿过锄头哈？笔刀就是锄头。可能有别的方言，别也不同的说法哈。第7题是说，一住啊古巴德里安度比刀，也可以写下面那一句，一住啊古比巴德里安度比刀，比巴德里安也是放什么的地方哈。比巴德里安或是巴德里安意思都一样哈，我们查过字典哈。有的人喜欢讲比巴德里安。巴德里岸这样子，所以我们根据这一句呢，我们在线上练习哦。好，一住啊，就是在哪里啊？在哪里？就是问地点啊。一住啊，故巴德里岸，巴就是放的意思，德里就是巴德里岸就是放，德里也是放的意思嘛，巴德里岸。放什么东西的地方，度笔刀哈，你可以写自己的句子哈，或者是按照这个例句去写也可以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学更多的句子。Itu aku baterian tu笔刀，锄头，笔刀就是锄头。我们回乡下的时候会拿锄头去除菜园的草哈，或者是你要种地瓜，也都要有笔刀当工具。Itu aku baterian tu笔刀，
放锄头的地方在哪里？问地方哈。下一句，Izuaku bibadlian tu bidao，它中文的翻译都是一样的。原来古尼那阿西本号阿米迪迪米苏里也是很容易的。古方古比巴德里安都比到哈，也可以说放锄头的地方在厨房。好，放锄头的地方很多啊。把它登岸也可以呀，哈，都可以，都可以说别的地点。咖啡地岸也可以哈。苏古古巴德里安都比到这样哈。好，现在我看到苏贤老师的句子。伊苏姑姑比巴德里安堵比道，放锄头的地方在仓库。马达妈都好。伊苏姑我们苏姑就是仓库的意思。伊苏姑姑比巴德里安堵比道，很好，很好，写的不错哦。好，你马上来后就是Itaroan no umah ko Patrian to Pitao no ina ako。我妈妈放锄头的地方在田园的公寮。你写的非常好，很仔细哈。Itaroan no umah ko Patrian to Pitao no ina ako。马达妈多马少写的很不错哈。我们笔道可以放在任何的地方嘛。笔道通常都是在田里啊。五嘛就是田里。好，比巴德里安的笔道大部分我们要工作啊，做务农的时候，努妈妈给他德里安一带打罗安号，通常都是打罗安都是放那些工具的。打罗安就是工寮。我们打罗岸应该都一样的说法哈。打罗岸就是工寮，就是随便搭建的，放工具的，工寮就是打罗岸。很多地方可以放笔道哈。可以说以沙拉登岸巴拉登岸也可以。菜园啊，因为我们通常用笔道都会在哪里工作就会在那里放在那里哈。锄头都可以到处可以放哈，自己的地方随处都可以摆放都比较好。你爱丽丝你说好。伊沙沙登岸古比巴德里安都比到在拉埃嘎古伊沙沙登岸巴罗马都沙登伊那吉拉马达瓦莱都嘎古米亚拉都比到。我锄头放在菜园，我昨天去菜园种菜，我忘了拿锄头了。好，很好你写的很多句子好，谢谢。我再念一次哦。伊沙拉登岸古比巴德里安都比到。锄头放在菜园。锄头放在菜园。带拉爱嘎古伊沙拉登岸巴鲁马都沙登伊那吉拉。我昨天去菜园种菜。马达瓦莱都，你如果用马达瓦莱都嘎古，马达瓦莱都阿古，不能用嘎古，要马达瓦莱都阿古阿米阿拉古比道，这样。好，我改一下。好，谢谢。好，你写的不错哈。好，你稍微改一下。谢谢爱丽丝哈。好，写很多句子，很好。嘎招，你说好。Isafi no niaro ko Pipatria no mako turaan。我放这些东西的地方在部落的集会所。好。Isafi 就是集会所嘛。no niaro 部落ko Pipatria
努马古杜拉安那些那些东西，我放这些杜拉安不是那些吗？杜拉安，我放改名那个杜拉安是那些杜拉安，我放那些东西的地方在部落的集会所。好，杜尼安才是这些，杜拉安是那些。好，好，谢谢老师，我改一下。嗨，好，伊丽丝，你修正好了哈。伊萨卡登安技术面阿西的。Hai isa sa dengan ku ipaterian tu bitaw. Taila ai kaku i sa dengan paruma tu saten inajira. Atau alai tu aku miara ku bitaw. 嗨，他的你的马达麦好，嗨，阿莱奇艾丽森好，写的很好，好，萨拉登岸就是菜园嘛，好，他说马达瓦莱杜阿古，马达瓦莱就是忘记了，杜阿古阿米阿拉古比道，好，我忘记拿锄头，我忘记拿了，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好，写得很好哦。好，我们如果写说以放锄头的地方，还有别的地方也可以写哦，不一定是在菜园哈，在某个地方也可以写哈。那我们一起来学习练习，好，伊拉杜古尼智慧还智慧。Mazait aku kupitaw italuan， 我把锄头挂在公寮。嗨，对，谢谢马达马都好。他说马扎一就是他挂了，被挂了。阿姑古比刀以大陆岸，好，他把锄头挂在公寮，把锄头挂在公寮。好，对，我们的锄头如果摆在地上会看不到，好，通常都是有的马多阿塞呀，农夫们他都会挂在那个打罗岸柱子上面或是固定那个地方，所以后面的人要找锄头工作的时候都知道那个地方是放锄头的地方。很好哦，可以吊挂嘛，马扎一就是吊挂的意思，挂上去的意思。有时喊的米萨奥西米苏里套，如果伊拉在古米苏里丹杜尼南好，第7题的也可以写哦，多写几次也没关系。好，嘎招你修正好了好，读了按那些对，好，他修正他的中文，好，谢谢我们的嘎招。好，这一题我们完成咯。好，如果还有没有写完的，也可以上传哦，没关系哈。好，那我们就接下一题咯。好，第8题，是说Sakazua no palafangan ku suku no misu。Sakazua no palafangan ku suku no misu。好，你的仓库位在客厅的哪个方位？我们现在就是讲方位哦。Sakazua问地点问方位。Sakazua no 巴拉方案就是客厅嘛。古苏古努米苏，苏古就是仓库。中文翻译是说你的仓库位在客厅的哪个方位？好，我们可以说我的仓库位在客厅的后面或前面，左边右边都可以。Kaikur no palafangan ku suku no maku 也可以我的仓库在客厅的后面，可以这样回答。Isakazua 就是哪个方位我们现在指的是
旁边、左边哪个地方哈，都可以，或是东南西北哈，在客厅的北边哈，北方啊，主要我们要练习一下这个方位的句子。好，这个可以写左边Kawili nu palafangan哈，右边kawanan哈，前面Kayao，后面Kaikur哈。Nira kung namo suardo Kayao 或Kaikur 或是别的不同的方言哈，也可以写哈。也可以说在哪个地方哈。我们的客厅通常仓库通常在客厅的，或者是楼上啊，或者是楼下，这样都可以写哦。Isagatua 就是哪个方位，怒巴拉方案就是我们前面的主题哈。巴拉方案就是客厅哈，拉放是客人，加上前缀后缀巴拉方案就是客厅了。suku 努米苏。上次有人说属固是古放哈，那个哪一个部落去了哈？他说他的属固是什么不同的单词。古放。古放哈，对对，仓库。仓库，对对对，谢谢。对啊，我上次有听到有的。因为我们的厨房是人面。对对对，是你哈，哎，人面，对啊，真的哈。如果习惯的用语哈，如果我们听了，你可能我们去你的部落，你突然讲，人密是仓库，我们会搞混的。好，是可以在线上大家可以练习。好，马劳东那姑姑你嘎招好，嘎招，其实好。Isakatimol nu palafangan ku suku nu maku，我的仓库位在客厅的南边。对，很好，谢谢改造。伊萨嘎蒂莫尔就是南边，努巴拉方安谷，苏古努马古，从后面放到前面嘛，我的仓库位在客厅的南边，很好的句子，I like 好，萨嘎蒂莫尔就是南边，还有北边哦，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嘛，好，线上的老师们好，可以写哦。其实这个还蛮好写的句子哈。伊萨嘎朱啊，我们常常中讲说东西放哪里？伊萨嘎朱啊，no 这一句是说伊萨嘎朱啊，no 巴拉方案，故苏古努米苏，好，我们可以写前面、后面，上面、楼下，哈。嗨，马劳多努马姑姑你马烧，马烧。嗨，星星。嗨。I Quran no umakan kukufao no mako，我的仓库在客厅的后面。很好。嗨，我们知道它是恒春的嘛，好。巴里绕。巴里绕巴里绕对，巴里绕的。好。Ikuran no umakan 就是客厅嘛。umakan kufao no maku，你是讲仓库。我们巴里绕仓库也是kufao。真的。好，我就很好，刚刚才讲说kufao，好，我都会混淆哈，不好意思，好kufao no maku，好，我的仓库在客厅的后面。谢谢锦马上哈，写得很好。对呀，我们的是属固，还有的巴里拉湾的这叫号是kufao，好，我们可以区别一下，线上的好朋友都可以学到哈。如果你是巴里绕的，如果属固就是kufao哦。kufao是我们的厨房，好，谢谢我们的马少哈。
下一句你翠云本来比如说 Ikaw ini no palafangan no suku no maku. Aku suku no maku. 嘿哦，中文呢？我的仓库位在客厅的左边。哇，好，还是本土阿贵哦。一高一里，好，左边努巴拉方案。你这个是写什么菇？我写苏菇，然后努那麻菇。个英文就变这样了。哎呀，阿萨廖文特伊好，还马达马多古米是阿西米苏哟，很棒。我的仓库位在客厅的左边，好，高威力嘛，好，很好。阿来吉翠云然后，哎，所以你要多学哦，多学习哦，你要多写几句哦，你才会进步哦。好，谢谢我们的翠云。好，你听云老师你说后。还萨嘎，我那个咽喉音2点，应该是1点哈。萨嘎阿米斯诺巴拉方安古苏古努尼亚，我们的仓库在客厅的是阿米斯左边，对，北边啦，写错了，应该是北边。好，谢谢。谢谢啦，即听信息安好，还嘛，大妈都个咪少下，咪说好。伊萨嘎阿咪少那个喉舌音好，他点了2点没关系，修正就好。努巴拉方安古苏古努尼亚，我们的仓库在客厅的北边，好。有时候我们打字打太快，好，没关系。好，聊完你说好，谢谢。嗨，翠云，嗨，我先好。嗨。Ikaw ini no palafangan ko suku no maku。我的仓库位在客厅的左边。哇，很好哦，我们这边有右边、左边、北边、南边哈。嗨，答对了，谢谢翠云。好，智慧，好。seekuran nurmi kukufau noniam， 我们的仓库在厨房的后面。哦，好，谢谢。seekuran no 神秘厨房吗？神秘还是神秘？神秘kufau noniam， 我们仓库在厨房的后面。好，seekuran很好，谢谢，写得很标准哈。seekuran就是后面嘛，他们分别是冷面就是厨房，好对嘛？古法是仓库嘛？对，一样，对。来，好，对，好，谢谢。哇，你看我们不同的方言说的都不同，好，就记得你写的就好了，好，按照自己部落的。你如果你处理的蛮爱都好，我也要学习哦。谢谢你的分享。好，Cindy，Hai. Di kawanan no belakangan ku suku no maku。我的仓库位在仓库的右边。我写错了。右边kawanan。我的中文翻译写错了。我的仓库，好是吗？好，你就聊那个好。聊完这行爱都好没聊这个时候呢，习盘都好，还聊完后，美丽，阿要努鲁马古苏古努尼亚，我们的仓库在家的前面。好，很好，对，阿要，阿要好吗？美丽，你要写阿要那个 A 哈，你写到阿要努鲁马古苏古努尼亚，好，你那个 YAW 才对哈，好吗？你修正一下就好哈。好，你可能打字的时候按太快或跳的不是你要的，好，修正就好了。我们的仓库在家的前面哈，前面就是阿要哈，
个阿要或是以阿要都可以哦。嗨，婷颖的，婷颖老师，好，马达麦都好。嗨，伊萨个订正好了。嗨，谢谢。伊萨个阿米斯努巴拉方安古苏古努尼亚。我们的仓库位在客厅的北边。好，北边我们是讲噶阿米斯。好，伊萨个阿米斯也是北边的意思哦。好，阿赖，好 ，Cindy 修正好了。Hai, 嗨， di kawanan no balapang suku no maku。我的仓库位在客厅的右边。嗨，很好。伊谢个谢湾南努巴拉方案，好，巴拉方案古苏古努马古。好，我的仓库位在客厅的右边。好，左边是搞一粒嘛，右边是搞完难，搞完难。好，很好，写的很不错哦。我们的厨房，我们的仓库都是位在左边、右边都有哈。现在的房子很多种的设计，不同的设计和仓库都会位在不同的地方。嗨，谢谢。好，美丽，你修正好了哈。以阿耀，我修正好了，谢谢。对对，好，马达玛都哈丁尼好，好，谢谢。好，马达玛都有啊，如果努伊拉后果努某水也可以，好，慢慢写哈。好，我们下一句喽。萨卡西瓦都好。哎，第9题。Ira maaraw isuku asu i suku hau. Ira maaraw isuku asu i suku hau. 好，在仓库里，老鼠有被你看到吗？Ira 就是有 ，Ira maaraw 好被看到哈，isu 你。故阿鼠老鼠哈，以苏古好，好，好就是马阿绕就是被看见哈，被看到。阿鼠就是老鼠，可能有的部落有不同的说法哈。通常老鼠是阿鼠哈，不知道恒春的有没有一样哈？好。好，我们看到嘎照说，一阿幺，一个阿幺万，一三个阿幺，三个有什么不同？哎，我们的书写人可以查一下哈。一阿幺，我们通常阿幺我们讲前面嘛，一个阿幺万，一个阿幺万就是在前面，一三个阿幺，诶。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都差不多。像我们讲的话，一个阿幺湾在前面，第三个阿幺湾也是在前面，阿幺也是前面，好，可能是不同的部落的说法。如果我们说个阿幺湾，我们也是知道是前面哦。好，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查一下字典哈。谢谢嘎照。好，我们根据这一句哦，这个第9题。我们来做练习。好，Minanam kita tulinan jatuhradan好，好，线上的好朋友、老师们，好，可以写哦，自己写的也要自己念。好，你可以写别的问句，好，也可以写不同的问句，好，可是要自己回答，哈，一问一答，好，可以说。在仓库里，老鼠有被你看到吗？嗨，伊拉爱古阿鼠伊苏古好，嗨伊拉马阿绕阿古古阿鼠伊苏古也可以哈。是的，在仓库里，老鼠有被我看到哈，这样也可以这样写哈，这样回答可以。他这里是问说，在仓库里，老鼠有被你看到吗？你可以想一下要怎么回答，或是怎么写哈。我们也可以说，是的，
有被我看到，或者是说 Ira ma'arau aku ku'lu isuku， 也可以可以说是的，在仓库里老鼠有被我看到。isu 改成阿固最简单的回应。好，这个就是伊拉就是有，我们可以慢慢写。好，阿树有那个个字好，都会有咽喉音个字好。嗨，哇，这音很快哟。阿弟阿是本什么说？Hai ma'araw aku ku'lu isuku。是的。然后呢？是的，然后呢？是的，在仓库里老鼠有被我看到。对还就是是的ma'araw aku ku'lu isuku你念的又很好听哦，你的声音很标准。好，嘿，ma'araw 就是被看见。好，美丽，你说好。Hai ma'arau numaku ko honor ibala， 哎呀，我那个辣我写错了，写到 I。是的，我在田里看到此。好，请要修正一下，谢谢。谢谢我们的美丽她都每次都会用不同的回答，都很好哦，不一定是阿杜嘛。好，嗨，是的，ma'arau numaku ko honor ibala，我在田里看到蛇。好，谢谢我们的美丽，还有翠颖。好，爱丽丝，嗨，你说我的字awa ma'arau aku ku'lu isuku maka naitu no bushi kura ususan ku haraden no maku。没有，我没有看到仓库里的老鼠。我想那只老鼠应该已经被猫吃掉了。哦，你写的很不错，对，很好，谢谢爱丽丝。好，lawa ma'arau aku ku'lu isuku maka naitu no bushi kura ususan ku haraden no maku。写的很不错哦。他是说，我想那只老鼠已经被猫不细嘛吃掉了。好，猫还有别的说法呢，不细还有什么？不细还有还有什么说法忘了。不细是通常我们常讲的有的地方好像是讲你要你要我们有常听人家讲你要我们常说的就是不细。不知道你要是哪一个部落的也是猫的意思。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写得很好哦。还没看到老鼠都被猫吃掉了猫会喜欢吃老鼠抓老鼠。嗨，美丽，马修正来对说好。我的拔蜡修正好了，谢谢。拔蜡就是旱地或是田里阿赖拔蜡。听音老师你说好。Hai ira ma'arau numaku ku'lu isuku。是的，在仓库里我有看到老鼠，哎呦，还多了一个叔叔老叔叔，很可爱的，你还有老鼠叔叔老鼠的叔叔好，再一次谢谢。妈如果努班子还sulit numis好，嗨，是的。Ira ma'arau numaku ku'lu isuku。好，是的，他在仓库里有看到老鼠谢谢。嘎招。ira ma'alau numaku Quran itira。是的，在那边那个东西有被我看到。谢谢嘎招对，还可以这样子写itira Quran就是指那个老鼠Ira ma'arau numaku Quran itira。
他说是的。Ira Amarau 啊，Numaku Quran 那个东西哈，在那边哈，在那里啊，被他看到。Quran 就是指那个老鼠哈。谢谢我们改造的句子哈，我们一起来看别人的句子哈。好，学别人写的都非常棒。好，丁英修正了哈，老鼠还写修正了。好，你智慧。Hai, ira maaraw aku kuadro i kufao, mitakau kuman tu pauli. 是的，在仓库里，老鼠有被我看到在偷吃香蕉。对对对，啊，赖写的很真实哈，谢谢哈。嗨，是的哈，伊拉阿玛阿拉阿古古阿罗伊古法，还有说米达高古马恩多保利，啊，老鼠会偷吃好料哈，会吃保利。谢谢几智慧啊，写的很有情境哦，谢谢你哈。你可能都看到老鼠都在偷吃东西哦。好，谢谢。好，马烧其实都Ay sinsi. Awai marau numaku ro i kufau. Nau hani arihai ku pakaanan nuniam a niao. 在仓库哦，里我没有看到老鼠，因为我们养很多猫。对，谢谢马烧完号，他写的很棒哦。好，谢谢。还有就知道有一个女药哈，巴黎老是讲我们海岸是讲不系，他们的猫是女药，没错。好。Awa ai maaraw numaku kuatlo i kufao. Now hani ali haiku pakananu niam a 你要对他们饲养很多的猫咪哈，哎，你看我们就有多了一个单词，就是不是啊，也可以说你要哈，就是他们巴里套的说法哈，你要对嘛？我也是常听人家讲你要。不系哈，这两个哈，通常都会很多人讲这个两个哈，不系我们要好，谢谢我们的马少。好，你来后过米地利他也没关系哈，那么我需要一个说你打字比较慢也没关系，你完成了好也可以上传哦。嗨，我一都好。我们下一题哦，好，大家都很厉害了。第10题多好。sabimaan kuni funus， 这把腰刀是用来做什么？是的意思哈。sabimaan 什么 ？sabi 是用来做 ，maan 就是什么的意思。kuni 这把funus funus 就是我们的腰刀哈。sabimaan kuni funus， 这把腰刀是用来做什么？我们看到绿色的字体哈，是的意思哈，可以对照哈。sabi 就是用来做 ，maan 什么？kuni funus 这把腰刀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好，下一句呢？这把腰刀要被用来做什么？我们先写上面的那一句哈。这把腰刀是用来做什么？我们可以说 usabi ketun tukasui kuni afunus 是用来砍竹子的。这把腰刀是用来砍竹子的。usabi ketun tu awur 用来砍竹子。usabi ketun tu kilang 用来砍断树的很多功能嘛都作用，所以好，我们根据这一句来练习哦。我们的 funus 很多的功能可以砍什么
也可以砍龙耳草采藤心的时候，或者是砍树啊，刀子很多种功用，所以线上的好朋友大家练习哦，还很多的萨里嘎嘎没有没有写也可以用说的我们线上会有人帮你写，没关系。如果不会打字啊，也可以在旁边练习也可以Minanam tu kita tu jajau numi tau panca这个早赖线上就是方便大家练习绘画，口语练习说，增加我们的口语如果你多写多说你一定会进步的如果没有写的话，你会忘记所以我们要时常找时间写。之前上过的也可以自己在家里有时间复习才不会生疏才不会忘记。在这个八万号，Usapimaan kuni afunus funus 就是腰刀应该大家都一样都讲 funus 有没有别的说法我是不晓得如果有不同的说法也可以上传分享哦。Usapimaan kuni afunus 这把腰刀是用来做什么用我们可以回答说 Usapi ketun tu gilang 这把afunus 这把腰刀是用来砍树的。好，我们看到我们黄嘎照adik asipan numiso Usapi funut aku tu tati ai kuni afunus 这把腰刀是我用来砍坏人的头。猎人头的funus 好asipan aku好 Usapi li funut aku tu tati i hai 应该tati i ai 上应该有一个 h tati i hai kuni afunus 好，你那个tati i ai 不对tati i hai 好才对哦。好，这把腰刀是我用来猎坏人的头。好，Usapi li funut 就是猎人的头用来猎人头的。好，Usapi li funut 就是用来猎人头的意思度。tati i hai 是坏人。古尼这个afunus 好，这把腰刀是我用来猎坏人的头。好，可是你那个tati i hai 好，修正一下哦。好，tati i hai 才对好，那我们时间刚好8点，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马少的我们休息，把那诺给打赌10分钟，10分钟再回来，米娜弄后给打好，还。Usapirunus ni agong kuni afunus，我写错了，funus。这把腰刀是阿公采藤心的工具。很好，我改一下。可以，好，你修正一下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的你嘎照的，好，他已经修正好咯。tati i hai 坏人tati i hai 就是坏的意思，tati i hai 好，修正好了，好，谢谢嘎照。嗨，听音信息，米苏多。嗨，Usapi tuntun tu kasui kinian hawan，我们叫hawan腰刀。这把腰刀是要砍断木材的。来，谢谢你，伊拉都个新的单词好万就是腰刀嘛。腰刀Usapi tuntun就是切断，tu kasui 木材，kinian 这把
好万，好万就等于福努斯好，好，通常人家讲福努斯好，这个是修固兰的说法，好万还是他们部落的号，好万就是福努斯啊，谢谢，好万就是福努斯，我们又学会了一个单词，好，谢谢我们的婷颖老师，好书写你修正好了。Usapi lunget， 好，你来念好了哈。哦，好，等一下。Usapi lunget你阿公古你阿弗努斯，这把腰刀是阿公采藤心的工具。嗨，谢谢。好，Usapi lunget 啊，用来采藤心的啊 ，lunget 就是藤心。你阿公古你阿弗努斯，好。这把腰刀是阿公采藤心的工具，哈。Sabi lunget 好，采藤心的工具，好，谢谢，啊，修正好了哈，好，来，智慧，比如多，Sabi pa seneng Nora kapah uni Afunus。这把药刀是那个青年拿来炫耀的工具哈，对，不是能很会去猎什么山猪啊、猎物，对不对？还马达马都还谢谢哈，还是本来个好。乌萨比巴斯嫩就是炫耀，努拉嘎巴那个青年，古尼阿弗努斯这把刀哈，古尼就是这把腰刀哈，弗努斯很好，写的不错，因为以前可能那个青年用绑在腰那边哈。就炫耀自己很勤劳，马拉鲁盖啊，心灵该好，还谢谢我们的智慧哈。好，大家都写得很棒哦。好，那线上还没有写的也可以练习一下哦。好，我们看下一句哦。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带刀的在部落是不是叫吉布五代啊？是不是年龄阶层啊？吉伯代对，吉伯代是年龄阶层啊。对，没错，就是翻刀阶级哦，对，吉伯代就是部落的年龄阶层，没有错。谢谢。好，谢谢老师。好，而且部落那个丰年祭有那个吉乌比亥呀，也是年龄阶层的一个名称。好，吉伯代再来吉乌比亥上去什么的哈，很多哈。好，谢谢嘎造。还我们看一下。伊拉努爱好下面那一句，Sabi ma'anen guni afunus， Sabi ma'anen guni afunus， 这把腰刀要被用来做什么？这把腰刀要被用来做什么 ？Sabi 就是用来做 ，ma'an 什么 ？ma'anen 那个 n 就是要被的意思哦。Sabi ma'anen 要被用来做什么？古尼这把阿弗努斯啊，好，这把腰刀要被用来做什么？好，这是下一句哦。好，那咱们大古尼南号，Sabi ma'anen 好，要被用来哈。Sabi 墩墩嫩杜嘎碎好也可以哦，是。要被用来切断木材的哈，sabi batu ken tu fafui guni a funus 是要被用来杀猪的哈，可以这样回答哈，也可以这样说哈，sabi ma'anen n 就是要被，多了一 n 哈，意思就不一样哈。这把腰刀要被用来做什么？你难读过那么的好，我们来写这一句。好，可以用很多啊，Sabi ma'anen 啊，我们有时候强调，你拿这个腰刀做什么呢 ？Sabi ma'anen， Numisuguni afunus 啊，你到底这把腰刀是要被用来做什么？好，Sabi
嘎苏印也可以哈，萨比嘎苏印，古尼阿弗努斯，这把腰刀要被用来去砍木材的。我们可以慢慢写哈，想一下你到底要把这把刀是要被用来做什么哈？很多种写法。好，萨比马安嫩，萨比马安嫩用来做什么？要被用来做什么？上一句是萨比马安，萨比马安用来做什么？这里是多了要被用来做什么？好，那咱们大姑尼那妞，萨比马安嫩要被用来做什么？嗨，很快哦，你嘎招。萨比马安嫩说。Sapi di fungohen aku tu tadi hai Quran， 那个要被用来除草坏人的。对，很好。Sapi di fungohen aku tu tadi hai Quran， 对，很好哦。可照你再念一次，我刚刚听您念得很硬哎，可以再练习念一次。我念的真的很硬啊。Sabi di fungohen aku tu tadi hai Quran， 那个要被用来除草坏人用的。对，好，谢谢。其实你念那个主语啊，就是Sabi很长嘛，Sabi di fungohen。Sabi di fungohen aku tu tadi hai Quran， 这样有进步一点点哦。你要多练习主语的部分。哎，谢谢嘎造，马烧。信息。嘿。Usapi simawen no kapa to niam kuni afunus。这把腰刀是青年用来保护部落的。很有意义哈，谢谢。好，Usapi simawen no kapa to niam kuni afunus。好，Usapi simawen 就是用来保护部落的刀子哈。Usapi simawen 用来保护no kapa 青年。to niam kuni afunus， 这把腰刀是青年用来保护部落的。真的那个刀很有意义哈。以前要防疫嘛，很多坏人是用刀来去抵抗他们。很好哦，难怪是不是我们funus的意义就是吉布欧带的由来是这样，因为用布欧带形貌我们的部落，应该是哈。好，Sabi maanen 好，可以写哈。Sabi mau mahen 也可以我用来工作的，我用来砍草的，要被用来什么什么什么哈。很多的句子可以练习哈。Sabi maanen 老师。那个，请问那个“嗯”的前面有要加“乌”吗？Sabi si mau wen 要加，它本来就习貌嘛，习貌。可是我说最前面要加“乌”吗？Usapi si mau wen。好像你的例句是没有“乌”。对，好，我的例句是没有“乌”哈。来，马上我们直接Sabi si mau wen就好了。好，那个“乌”。就省略掉。好，谢谢苏贤的提醒哈。Sabi maanen kuni afunus， Sabi simawen nu kapah tu niam kuni afunus， 这样好，谢谢我们的苏贤，很用心哦。好，anu ilai hoku taigulai mitiri套也可以慢慢写哈，或者是复制其他上面的句子来练习也很好。或者是说线上的好朋友想要练习，自己在旁边旁听也 OK 哈，都可以。好，那我们第10题我们就写到这里，我们接下一题哦。好，第11题读好。Now matayarji kacau I suku tu rumiami ar。Now
matayar ji gazao isuku do rumi ami ar。好，为什么嘎造每天在仓库工作？now 就是问为什么，好 ，matayar 就是工作，ji gazao isuku 在仓库do rumi ami ar 就是每天、天天的意思。好，为什么嘎造每天在仓库工作呢？好，我们可以说 now honey 好 now honey 怎么怎么好，可以写哈。我们来练习哦。now honey 嘛，直接读古苏古好，因为我们的仓库坏掉了啊，被风吹倒了，或是怎么样了哈。很多例句可以写好。now matayar jika kacau isuku tu rumi ami ah 啊，为什么嘎造每天在仓库工作呢？啊，我们可以回答说，因为now honey 因为有雨怎么什么好 now honey mabungku fawahanu suku 好，我们可以这样写，因为仓库的门坏掉了 now honey 的意思是说，因为有雨怎么样？now matayar jika kacau isuku tu rumi ami ar 那他们大姑娘好，为什么嘎造每天在仓库工作？或许他在擦油漆呀、他每天在那里工作，或许他在他的工作室在里面，在仓库里工作，在那里打电脑。然后喊你有个大亚兰，你嘎造，isuku turumi ami ah 讲，因为嘎造的工作室在仓库，还好，马红伊拉杜古尼嘎造好，嘎造你的。Now honey, our I do goodbye shooting 了，因为他已经没有钱了。是这很好，写的不错。Now honey, our I do goodbye shooting 啦，因为他已经没有钱了，所以就在仓库里工作。好，很好。写简单一点也可以。好 ，Now honey 用 Now honey 回答。Now honey, maulah jing gazau isuku matayal 好。因为改造很喜欢在仓库里工作，都可以写哈。Now honey 什么什么什么想一下，好了，等个头，你想表达什么都可以哦。Now honey maulah jika kacau isuku matayal 因为改造很喜欢在仓库里工作，很安静嘛哈。有的人工作室就摆在仓库里呀。因为仓库里没有东西利用一下。苏库苏库就是仓库。那matayar jika kacau isuku tu rumi ami ar 好，materi tu nama好也可以，可以传上来哦，或者是复制改造的。改造每次都第一个写第一个完成线上的老师也可以哦，请大家一起来写一起来分享。这个应该不会很难写。那喊你什么什么的，我们写几个上面的，我们就可以往下看哦。下面还有一句。那喊你我爱读古白书宁啦，也可以哈。那喊你我爱读古伽马罗阿宁啦，因为他已经没有地方住了。坐马若也可以形容坐下因为没有地方坐下，所以跑去仓库坐，或者是休息。慢慢写也没关系我们是练习。
嘎嘎扎了哟，不要紧张，写错也没关系哦，我们就修正就好了。有时候我打字按的时候用手机哈，很容易会按错。那我们大家几个招伊苏古都鲁米阿米阿鲁米阿米阿就是每天或者是天天的意思。刚才有一个仓库讲什么冷密啊，还是古法，很多种说法。我们可以把嘎造改成马药哦，哈。马劳都努马姑姑你爱丽丝，其实都Now hani mi tuktok ji kazao tu ningyo i suku lumiamias tu lumiamias， 因为嘎造每天在仓库雕刻人偶。哦，我看一下你那个雕刻人偶是什么词汇。好，那喊你因为你多几个招读您九是外来语吗？应该是日语吧。日语哈，好，你查的是日语和您九。它汉字是写人形啊，人的形状。哦，您九是人的形状，就是雕刻人偶嘛。哦。您就以苏古杜鲁米亚米啊，对，很好。他说，因为改造每天在仓库雕刻人偶或是人形哈，和外来语应该是日语哈。您就听起来就很像日语哈。您就就是人偶，好，米多多就是雕刻嘛，米多多就是我们雕刻一些木头哈。你多几个招读您就哦，第一次看到您就是雕刻人偶，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好，让我们知道您就是人偶，好，谢谢，好，婷云老师，嗨，now hani itiraai ko katayala ni kazao i suku， 因为改造的工作是在仓库。对，很好对哈。然后喊你伊迪拉爱古嘎达亚拉尼嘎造伊苏古，对，因为嘎造的工作室在仓库，所以他每天都在那里工作哈，有道理哦。好，阿来，嗨，苏贤，嗨，now hani dashamala look 几个造，因为改造非常勤劳。哦，对，他很勤劳，所以他每天在仓库里工作。然后喊你因为达拉玛拉鲁吉改造，因为改造非常勤劳，哈，写的简单，好，也很好，好，你马上。哎，信息。Nauhani u mararukai atamrau jingra anu pahamhan amatayat e ji arara ku dileng ni da。他是个勤奋的人，因为他是个勤奋的人，如果没有工作，他的身体就会生病。哇，上一句接下一句写得很好，谢谢马少浩。然后你因为mararukai atamrau jingra。特别勤劳的人哈，anu pahanhan matayari ji arara ku dadirengan nira 很好，因为他是个勤奋的人，如果没有工作或是没有做事，他的身体就会生病。的确哈，有的人很勤劳，有的人很爱动，如果不动，他会身体哪里痛这里痛所以。没错哦，我们要多运动，多工作，就不会酸痛，对不对？谢谢我们的马少大家都写得非常好哈。好，那我们再接下一句哦，就是下面这一句哈，阿西本那个哟。mi sama anan ni kacau matayal isuku tu rumi ami
Mi sama anan ni kacau matayar isuku tu rumi ami ar mi sama anan就什么原因？嘎造每天在仓库工作mi sama anan你嘎造matayar isuku tu rumi ami ar 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嘎造每天在仓库工作呢？好，那咱们大姑你好。嘎造你写完第二句了，下一句了。好，阿西本书。Now hani awai ku pipatrian ningna tu sabimaamaan isuku saka misanga tu suku tu rumiaf miaf，因为他没有放工具的地方，所以呢，每天都在修仓库。写得很好，谢谢。Now hani awai ku pipatrian ningna tu sabimaamaan isuku，因为他没有放工具的地方就是很满的意思。saka 所以 misanga tu suku tu rumiami ar 所以每天都在修仓库，对，他东西太多了，形容他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地方放，所以他每天都在整修仓库。好，谢谢我们的嘎造现在你们都很厉害了。老师，我问一下，我那个工具写sabimaamaan可以这样写哦？可以啊，sabimaamaan如果是说sabimaamaan lafung，我们是这样讲。工具嘛，sabimaamaan lafung。lafung是什么意思？货物啊。OK， 好。对，谢谢我想说你sabimaamaan isuku。我看一下你这是因为它没有放工具的地方。因为我看一下，nahani awai ku pipatrian ningna tu sabimaamaan lafung isuku。对了，加一个 lafung 货或是东西都可以。好，这一句你来读过咪滴哩来，那么红衣来都好，我们一起来上传哦，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可以复制前面的句子，再修改一下。我们要练习说，只要是练习写、练习说我们互相学习还有要学习的线上的好朋友也可以哦。tanam mi hata tanam 就是学习mi tanam 也是一样，试一试试试看写得不好也没关系反正我们要练习写，我们主要是要学习我们板扎的语言我们要传承，所以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学族语，要把族语学好，就是我们要传承给我们的哇哇哇哇我们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趁这个时候有可以学习的时间地方，我们就可以赶快练习好，misama anan ni kacau matayar isuku tu rumiami ar 什么原因改造每天在仓库工作misama anan 就是什么原因我们问这个什么原因呢可以说没有可以摆东西的地方什么原因因为他很喜欢修仓库也可以那hani mau lajing啦matayar isuku 之类的。老师，所以那个 now 跟 misama anan 它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吗 now hani 你是说 now 吗 ？now 对。now hani 跟 now 一样不是，我是说那个 now 跟 misama anan 这两个都是问原因的，问为什么的意思吗 misama anan 对
对对，然后跟米萨玛阿难，米萨玛阿难，对吗？我看一下。Now 米萨玛阿难，对，一样一样。你是说上面跟下面哈？那为什么？什么原因？好像有点不是啊。Now 就是为什么啊？米萨玛阿难，这个也是为什么？可是你这边我这边是写什么原因呢？应该是雷同啦。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这是陈先生吗？我叫庆阳，那个字比较难念。哦，对对，好难念。没关系。Arti haiku puisi i suku nauhani daerah i suku jika zau tu rumi amiat。好，中文呢？就是因为仓库有很多猫，所以嘎造每天去仓库。哦，好，谢谢。好，看一下哈，阿里海古布西伊苏古，然后喊你带拉伊苏古几个早都罗米阿米啊，对啊，这问原因嘛，好，因为仓库有很多猫，所以嘎造每天去仓库。好，谢谢，好，谢谢你，好，写得很好，阿赖，好，米萨玛阿难就是什么原因嘛，好。好，下一句是说为什么是用 now？ 好，谢谢我们改造哈。好，谢谢我们的陈先生，好，写得非常好。还有马少的，好，马少。Hai Sinsi. Nauhani utauki no patifakan jingra urasakam matayar jingra ikufau to rumi ami ar。因为他是联名厂的老板，所以每天在仓库工作。好，谢谢马少。好，你写的是 Nauhani utauki 就是老板哈。no patifakan 联名厂 jingra 他是联名厂的老板。urasaka 所以 matayar jingra ikufau to rumi ami ar 很好，写得很好哦，马少。kufau 就是属故哈，先记起来了。好，大家都写得很好哈，句子也都很长啊，谢谢。好，如果还有人想写也没关系哈，我们这11题这2句都已经练习完了，那来我们就看一下下一句咯。如果还有还没写完的也没关系哦，继续写。好，第12题多号。Samaan namu misanga tu suku。好，下一句一样，它中文是说你们要如何修仓库。好，下一句是 Maanan namu misanga tu suku。好，上句下一句都是中文都是一样的意思哦。你可以写 Samaan namu misanga tu suku。sama anen 哈，如何你们要如何修仓库 ？sama anen 跟 ma anen 就是如何的意思。好 ，sama anen namu misanga tu suku。你们要如何修仓库？下一句 ma anen namu misanga tu suku。你们要如何修仓库？好，我们用这一句来练习哦。怎么做或是怎么办哈？sama anen 就是要如何怎么做呢？或是怎么办？也可以说如何。好，我们可以回答说 ，Farizen nomaku tu kilang gubade 这样回答哈。意思说我要我要把墙壁换成木头，这样。好，很多种回答的方式哦。线上的我们来用这一句来练习。Sama anen namu misanga tu suku。你们要如何修仓库 ？Anen namu misanga tu suku。你们要如何修仓库？要如何修呢？我们来学一下哦，想一下要怎么写。我们练习一下。
怎么安嫩都是一样哦。怎么做？如何做？要如何修缮？如何修仓库？你来跟麻烦的爱好先写没关系哈。改造你比较厉害，你先分享一下。什么安嫩如何？有时候我们会修仓库，要怎么修呢？如何修呢？好，我们来练习哦。你们要如何修仓库？马少你写好了也可以哦，马少你比较会写，给人家做参考啊。还有爱丽丝哦，也是哦，很会写句子。想一下还是还没写，没关系，我们等你们哦。哦，真的哦，果然哦，改造写好了。好，改造。老师，你这样讲我压力很大呢。真的呢，好，没关系啦。没有了，开玩笑。压力。Papilian aku tu paisu tu isang aku amisanga tu suku。我付钱给我的朋友来修仓库。哦，好。Papilian aku tu paisu。你都百数那个外号要给他往前那个百数度以上，阿姑啊米桑啊都属故哈。我付钱给我的好朋友，我的朋友来修仓库哦，好用薪水发薪水嘛哈。百数你修正一下哦，巴弗利恩哈，付钱。好，我修正一下。对，很好哦，对嘛哈。我们要修缮我们的仓库，要弄漂亮，要付钱。我搞造想的很好哈，好，类似这样的句子哦，好，大家加油，谁责任？说不定你们很有你们的说法，要付钱。巴弗利恩阿姑巴利夫嫩，巴弗利恩给钱。巴利夫嫩就是发薪水哈。好，巴弗利恩阿古读白素啊，白素。所以老师，我如果用巴利夫嫩，就是付钱给他的意思，是不是？对呀。哦，OK。米利利分就是领薪水嘛。如果我们直接讲米利拜基，有没有要钱就很像米利拜基，也是领薪水的意思。通常我们都说巴利夫嫩就是付钱的意思，或是发他工资也可以用巴利夫嫩巴弗利恩。你如果发人家薪资，就写巴利夫嫩这样，或是把白吉恩也可以好，马劳多那么姑姑你听雨老师。嗨，米了巴古代的发拉轰努苏古，重新更换仓库的屋顶。哎，都还能。哎呀，他是说你要如何修嘛哈？对，马达妈都修缮呐。好，米利奥就是换嘛，重新更换啊。巴古代米利奥就是重新，巴古代就是更换。都发拉轰努苏古对。写得很好哦，重新更换仓库的屋顶。对呀，有时候仓库的屋顶漏水了，我们就可以修缮哈。米利奥就是重新，把古代就是更换把它后就是屋顶哈。对，我们屋顶如果破洞了，可以重新翻修。好，写得很好哦，谢谢。好。Dalam ita kunu rumah atak ila haza kunu namu mitilihan hao，想一下也没关系哈。好，来苏贤的，我不知道对不对。没关系啊。
Babi pasangan niam ku saihu啊，misanga tu suku，师傅要被我们叫去帮忙修仓库。哦，对啊，很好啊。Babi pasangan niam ku saihu， saihu 就是师傅嘛，啊，misanga tu suku， 哎，很不错哦，写得很好。saihu， 哦，saihu 是这样写的，很好哦。saihu 哈，saihu 我看到字典是 h 哈，这个saihu也可以用这个 x 来写，都 OK 哈，只要是saihu就是师傅。Babi pasangan niam ku saihu misanga tu suku， 哈，师傅就是saihu。好，谢谢苏贤。好，爱丽丝。はい、dahisangan niam ku kabut misanga tu suku， 我们将呼叫青年们来修理仓库。哦，很好，好，能拿过好。dahisangan niam ku kabut， 好，那边修正一下哈，kabut， 你写2个 o 哈，应该是你打拼没有错哈，可能按到 o 了。kabut 就是青年嘛，好，青年们misanga tu suku， 哈，我们呼叫青年们来修理仓库，哎，写得很好哈，对，没错。kabut 就是青年们哈，就是那个同伴哈，青年们就是 kabut， 好，写得很好，修正一下那个 kabut 哈，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好，你念一下好了。又错了，又好，没关系，我再改一下，再改一下。可以，你修正好了，还是念一次哈。我们要练习说。好，我们先看马烧的马烧。哎，信息。Parisan no niam ko fatahong no kufao ta zai ka marsa ano maulas。我们更换仓库的屋顶，这样下雨才不会漏水。嘿，很好，写得很棒哈。法律证也是一样哈，更换。no niam ko fatahong no kufao ta zai ka marsa ano maulas。哎，很好，写得不错哦。好。我们要更换仓库的屋顶，这样下雨才不会漏水。写得非常好。好，爱丽丝，阿弟阿西奔头一说。Baik, dahisangan niam ku kabut misanga tu suku。嗨，对，这样正确了，谢谢。好，真好了。好，我知道还很多学员喜欢写号。很多老师要写好，美丽给说好，美丽老师。Hai, liawan rumah kuku, patih no rumah niam。我翻修我们家的墙面。好，谢谢。liawan rumah kuku patih 就是墙面嘛，墙壁、墙面，家的墙面。好，liawan rumah kuku patih no rumah niam。我翻修我们家的墙面，好，写的都很好哦。好，那我们这个，老师，我有问题。好，请说。那个马少的是不是多了一个妈？那个扎埃嘎是扎埃嘎了萨就好了，扎埃嘎了萨是不用吗？扎埃嘎马了萨，我看在哪里？马少的。发后呢？扎埃嘎了萨。ma'aurar， za'aiga malasa， 对哈，对，应该用了sa 就好了， za'aiga 了 sa 就好了， za'aiga 了 sa ma'aurar， 对，好，我们只要写了 sa 就好了，
因为他用着埃嘎，好，对对对，着埃嘎了萨，好，马烧，只是写着埃嘎了萨，这样，好，谢谢苏贤哦。好，有时候我们可以，有时候看很快的时候没有感觉哈，如果仔细的看，再回头看就会，多了那个码哈。好，谢谢苏贤修正好咯，谢谢。好，那我们这个12题都讲完了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属故的主题都讲完咯，大家都很棒哦。好，那我们今天看一下，接续我们的屋外庭院啊，主题是把不大把不大屋外或是庭院哈。好，我们下一个单元咯，好快哟。好，不大是院子，好，屋外的广场，那加上把不大就是屋外的院子，也就是庭院哈。那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也是一样要练习哦。好，我们的主题把不大，我们的广场也叫把不大哈。不知道你们的说法是什么哈？把不大就是庭院或是操场就是屋外的庭院哈，屋外的广场。好，那我们家都有广场也有庭院嘛哈，所以庭院我们就是说把不大哈。那我们练习第一题咯，一样用问句来问哈，我们安是什么？问东西哦。我们安故magapahay i paputar no luma isu。好，我们安是什么？故magapahay漂亮的。i paputar no luma isu。在你家的庭院最漂亮的是什么？我们安是什么的意思？问东西是什么？好，我们安古magapahay i paputar no luma isu。在你家的庭院最漂亮的是什么？好，我们用这一句来练习看看哦。我们可以说Hana ko magapahay i paputar no luma aku。在我家庭院最漂亮的是花。看你想一下，你家里庭院有什么东西最漂亮？写一下哦。我们剩下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学习这一句。我们安是什么？在你家的庭院最漂亮的是什么？或者是你种的树啊，你种的花草树木，或者是什么东西让你感觉到最漂亮？我们来做练习哦。那咱们大姑娘好，我们这个主题很快进入到把不大儿。不大儿就是院子，屋外的广场。把不大儿就是院子的。好，如果你们写好了，就可以写上来哦。好，高照，你刚刚写的是上面这一句吗？还是这个念好了？没有，我只是想多练习一句啦，可以不用讲了。可以啊，反正大家还在练习，你就念吧。对的，因为我刚想到那个那个86这个字，我想说用看看。Sabi paliwan aku ku finalan amisa dugu。我跟部落的人换工修仓库。你用米86Sabi paliwan aku ku
finaulan misatuku，我们跟部落的人换工修仓库。米桑啊，读书库是不是？应该是米沙苏固啦，有写错了。米沙苏固，对啦，你要写米沙苏固才会有那个意思哈，修仓库。萨比巴利问也对啊，萨比巴利问就是换工嘛哈，就是我们跟部落的人换工修仓库，对啊，以前的部落都是互相帮忙和换工。好，嗨，谢谢我们的改造。好，苏贤哦。Hai. U asli bangku sama kapahai i babutar nu rumah aku，在我家庭院最漂亮的是蝴蝶。哦，真的，你还想到蝴蝶呢？我阿里邦邦古sama kapahai i babutar nu rumah aku，在我家庭院最漂亮的是蝴蝶哦。阿里邦邦就是蝴蝶啊，苏贤写的很好哦。好，听义老师。Hanaku makapahai i babutar nu rumah niyam，在我们家的庭院最漂亮的是花。来，谢谢。汉娜就是花嘛，乌汉娜古马嘎巴海伊巴布达努鲁玛尼样啊，玛那边要写一个个字哈。然后在我们家的庭院最漂亮的是花啊，写得很好哦。好，下一句你 Alice。ukilang nu nagas atau pauli ku makapahai i babutar nu rumah aku，我家庭院最漂亮的是芒果树和香蕉树。哇，真的好，谢谢我们的 Alice。好，ukilang nu nagas atau pauli ku makapahai i babutar nu rumah aku，我家庭院最漂亮的是芒果树和香蕉树真的哦，写得非常好哦，大家都写得非常棒哦。到了马嘎巴嗨最漂亮的马嘎巴嗨最漂亮的东西大家都写得很棒哦，也刚好时间到了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如果还有的话，还有我们再念完我们的听语老师的号。我订正那个加了个海罗马海。好，我还是念一下哈。我汉那古马嘎巴海伊巴布达努鲁马尼亚这样。好，伊拉问你马烧，还好赶上没关系。好，马烧。Uparumaan ni mamu kamaya ko makapahai i babutar no rumah aku，在我家庭园最漂亮的是祖母种的毛柿。哦，对，你看毛柿就是嘎玛亚谢谢我们的马少马少写的都很好。乌巴鲁马安尼马木嘎玛亚古马嘎巴海伊巴布达努鲁马阿古，在我家庭园最漂亮的是祖母种的毛柿。谢谢哦，我们知道毛柿叫嘎玛亚嘎玛亚就是毛柿。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下一次多多的上线练习哦。非常感谢大家，马拉乌多古吉冈大好，祝大家晚上睡好梦哦。Sangat putih Alai, Alai,